继续来看基隆中二路派出所的所长卡到霸凌的争议，有人甲所长指导警员洗车的影片铺上网，下当看到这个所长要检查警用机车是毋是洗有清气，伊是用这个手镜头去捂这个机车的车牌，然后来撞这个手镜头佮一直质问着同仁学校敢无教你洗车，结局是所长互处罚记一支惩戒。 你讲的这车是不是你的？是。所长对镜头村手巾头发用水装，搁伫咧车牌抹来抹去。录到没有？录到没有啦？录到了。干净的。那伫咧路边甲董事长这一位所长，搁甲摸过车牌的手巾头发放伫咧嘴里，伫咧数，这个也袂煞。你过来啊！你的车子啊！ 你洗过吗？没有。学校没有教吗？没有。没关系嘛，所以我教你嘛。所长变面大声质疑，佮数手巾头发数4摆互看，因为这一台奥多麦是所长替伊洗的。我昨天晚上已经帮他们洗好了，我有教了。 影片这一位所长是基隆市警察局中二路派出所姓市的所长，这段甲同事洗车的影片叫质疑涉嫌甲人霸凌。 我觉得影片里面真的还蛮夸张的，就是人家也是别人的小孩，竟然就是可以这样子羞辱别人。这种举动真的是有一点过火了。面对争议，所长解说，因为是过户装备检查，二月已经真侪摆宣导爱洗奥多麦。24号半暝12点多，伊就家己摕水管海绵伫咧顶骹替大家洗30台的宣导车，一台接一台斟酌洗清气，甚至洗甲离死。不过，就是有一位董事不爱听指令，27号拄好拄到这当场甲警告，觉得非常不以为然。一个警察同仁，尤其已经做到了所长，应该要有自己代表警察形象的一些作为。初步访询相关当事人来了解，亦未提出申诉。所长也已向当事人表达歉意。基隆市警察局讲，虽然所长为着要甲代志做好，做人守急，动作无优雅，态度伤歹，会该做惩戒处分，避免小上的代志搁一摆发生。 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